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嚟緊頒發嘅係2024 Top Producers Award by Cases。係啦，咁啊呢位嘅頒獎嘉賓咧，雖然咧佢冇拍電視電影咧成40年咁耐嘅，咁啊但喺2021年咧喺某一個嘅偶然嘅機會之下咧，佢就肯復出去到拍戲。咁呢部戲咧就係同 Nicole Kidman 咧所拍嘅一部嘅電視劇，就叫做 Expats， 絕對係大 case 啦。咁跟住咧佢再出演嘅一部嘅《從今以後》咧，亦都得到第18屆嘅亞洲電影大獎同埋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嘅提名嘅，絕對可以話係對佢嘅演技嘅肯定嘅。我哋睇睇佢嘅片段咧。掌聲歡迎李琳琳小姐，俾多啲掌聲啦！琳琳姐 ，hello。你好啊 ，Derek。hello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嚇！好恭喜各位得獎嘅朋友，亦都多謝 Alan 咧，佢成日都好掛住我哋，每次有啲咩 event 都邀請我哋嘅，咁啊多謝晒 Alan。嗱，頭先喺最尾嘅時候，我哋睇過你主演嘅呢一部嘅《從今以後》啦。拍咗呢一部嘅電影，有冇一啲嘅特別嘅感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？其實咧就我覺得戲裏邊教我哋就係唔好等，有咩要做咧就去做，即係等於譬如話簽訂咗我哋走咗之後嘅安排。咁戲裏邊就係因為冇安排，所以引起一啲家庭嘅糾紛啦。咁我有朋友原來佢哋自己都親身經歷咗嘅，佢哋又係一對 partner 嚟嘅。咁佢哋已經同律師講好晒，但係佢哋咧就冇去實行，冇簽字。後尾睇咗從今以後之後，佢就話：哇，原來唔得啦！一睇完戲，我哋一陣即刻去揾律師辦咗佢啦。不過我都仲未曾學到喎，因為我拍完呢套戲都成1年幾啦嗬。我哋兩個到而家都未去簽呢一份咁樣嘅咁緊要嘅紙。所以我哋做嘢咧就我哋盡快去辦㗎啦會。好，OK， 咁啊，麻煩兩姐幫我哋頒獎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事不宜遲，2024最傑出財務策劃顧問保單數目嘅得獎者係。好，我哋先頒咧就係10至到4名嘅，第10名係 AL 嘅 Jenny Lee， 第9名係 AL 嘅 Sophia White， 第8名係 AL 嘅 Sarah Chan， 第7名係 MERS 嘅 Carmen Chan， 第6名係 AL 嘅 Shirley Ho， 第5名係 Co-Creation 嘅 Erica Zhang， 第4名係 AL 嘅 Yumi Wong。好啦，麻煩兩姐為我哋逐一頒獎咧。恭喜晒咁多位，咁我哋請琳琳姐嚟同大家影一張合照啊！好，恭喜晒咁多位得獎者。好啦，跟住我哋頒發係第3名係 AL 嘅 Ricky Wan。恭喜晒，第2名係 AL 嘅 Lisa Shum。恭喜晒！第1名嘅係 AL 嘅 Nadia Wang。
好啦，多謝晒梁姐為我哋頒獎，多謝晒梁姐。有請 Nadia 分享下你嘅得獎心得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Nadia 啦。首先攞到呢個獎，我覺得要多謝我嘅爸爸同埋媽咪，因為佢哋俾咗一個好有親和力，但係又唔太蠢嘅樣我。咁喺我第一次見到新嘅朋友同埋新認識嘅客戶嘅時候，印象分我已經攞咗100分啦。咁其次就係靠努力去練習點樣去表述演述一個保單嘅價值係點樣呢？再者，我覺得最重要一定係做好服務。呢件事係最緊要嘅，因為攞到呢個獎，我覺得要多謝我一班嘅朋友同埋客戶，佢哋係不停將我推出去，直頭係幫我搶客翻嚟都有嘅。因為我唔係一個主動做 selling 嘅人，係佢哋用佢哋嘅誠信做咗一個擔保，將我介紹俾其他人。我好希望佢哋係有面子、有價值地將我介紹出去。好似要講翻少少就係工作嘅一啲心得。咁我每年會俾一個目標自己嘅，呢個目標會係乜嘢呢？就係做自己唔中意、唔擅長嘅事情。咁詳情其實可以睇翻 IPA 嘅，因為 IPA 裏面呢會見到我哋叻嘅地方啦，或者係需要進步嘅地方。咁喺裏面生根，我相信會見出一棵好成長茁壯嘅一個大樹。希望今年同各位同事一齊努力去種我哋嘅樹，將樹變成森林。多謝大家。恭喜晒 Nadia。